真心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刷到呢條片，喺人生低谷嘅時候，佢可以點醒你，甚至救到你。人喺諸事不順、情緒內耗嘅時候，一定要記住呢6句話，哪怕只係讀得明其中3句，都可以解開心中嘅困惑。全部讀得明會受益一生。第一句，得失自有定數，強求都係內耗。勉強揸住唔屬於自己嘅人同機會，只會不斷消耗自己。唔使同現實死磕，留唔住嘅唔使糾纏，求唔到嘅唔使執念，萬事隨緣先係清醒。第二句，唔好用健康換錢，財富名利都係身外之物，冇咗健康，一切都係空談。唔好盲目透支身心去奔波，好好愛惜自己，無病無痛就係人生最大嘅底氣。第三句，好人品先至係一世人嘅靠山。做人唔好耍心機，貪小便宜，更加唔好為咗利益丟咗底線。厚道之人自有福報，心善路寬，品行端正，先可以行穩致遠。天道從來唔會辜負忠厚踏實嘅人。第四句，唔好同衰人糾纏，唔好為瑣事內耗。層次唔同，唔使爭辯；三觀不合，唔使同行。衰人衰事只會拉低你嘅格局，及時抽身，專注自身成長。第五句，人情冷暖係常態，聚散離合都係常態，唔使糾結人心好壞，唔使執着長久陪伴。遇見係緣分，離別都係因果，睇淡得失，方能自在。第六句，永遠守住賺錢嘅能力，手上有積蓄，心中先有底氣，經濟獨立，先唔使睇人面色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人生只此一次，唔好一味為難自己，唔好自我內耗，好好養好自己，努力揾食，剩低嘅交俾時間就得。願大家都好。